来关心骗人买黄金蟒啊，又搁有新报。这是台北一个叶先生，20多年前是台湾有史以来上届大件叫人投资骗钱案件的被害者其中一个，损失3000多万。上尾敢若摕到2个塔位做赔偿。最近诈骗集团又搁软土深骨和伊联络，讲有人想要买伊手头的塔位，因为是要买全套的。叶先生都爱家己先开钱买黄金蟒啊，也搁有新珠牌啊，相关的产品又搁互人骗3000多万，才知讲原来拢是假。 那恐怖，那存在。对啊，是很恐怖啊！哇，这个有啦！哦，这敢若大人诶！你去到公寓内底，楼梯两边规个拢是黄金甕仔，为楼顶行起嚟更加暗。黄金甕仔顶甲强要无路通行，就袂输来到人骨头共款，这到底是安怎着的？说这些东西能卖到2亿多。对啊，好之前。 业务员讲甲好蕊蕊，讲这黄金甕仔甲塔位会当卖到2亿，老大人听到就甲老乡人拢讲落，本来想讲会当投资赚一笔啦，想卖到尾啊拢卖袂出去，干那会当定伫厝内。谁要用啊？送你用好了嘛？哦，你可以送我啊 ，OK 啊，人总是有真啊，支持。 业务员看到规厝间的黄金甕仔，佮伫遐讲凉听啊话，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我来80多岁叶先生是台湾史上上大挑钱案件洪源的其中一个受害者。20多年前哄骗3000万，迄当阵洪源摕2个塔位，互伊当作补偿。有殡葬业者知影了后，这几年一直联络叶先生，甲伊讲有人愿意开2亿甲伊买，毋过坚持讲要买规套的商品，叫叶先生佮摕钱来买黄金甕仔，甲生前契约，短短2年外，毋拿老乡人拢无去，佮互带去贷款大超700万，拢总佮损失3000多万，含厝内嘛订黄金甕仔订甲贵个。 都假的，甚至更离谱的就是有一个保管公司，我去看过，是一个废弃的大楼。为了这个事情才发病啊，什么病都来了，都全身都没有力了。叶阿嬷甲查某囝讲甲目屎流、目屎滴，讲已经强要活袂落去啊。另外嘛，质疑银行甲业务员斗空叫因贷款，本来想讲要甲塔位卖掉，摕来补20多年的损失，想袂到尾啊，颠倒过了3000多万。记者综合报道。